王牌出場之無人駕駛。大家好啊，我係勞頓嘅球迷David啊，我今次又想講下咧復古球衣。嗱，我並唔係講咧就球衣嘅設計復古，咁啊而係講緊咧響而家嘅年代同埋科技咧，去重新製造翻一件咧響當年咧一模一樣嘅球衣嘅。咁啊之前我提過班士利嘅隊長啊列費恩啦，咁啊列費恩效力過3支嘅英超球會，另外2隊咧就係查爾頓同埋巴拉福特。咁啊英甲嘅查爾頓咧，我上過佢哋嘅 Cup Shop 咧，竟然俾球迷咧全部清晒貨。咁啊班士利同埋巴拉福特嘅其實唔知係咪都係同我一樣啦，係列費恩嘅 fans 啦。咁啊，班士利響去年12月就公佈啦，咁啊出翻呢1997到98年度咧，佢哋響英超嘅主場同埋作客球衣嘅。咁我上網睇一睇啦，咁啊件衫咧就同列費恩着嗰件咧完全冇分別啦。球衣嘅製造商啦，咁啊球會嘅贊助商、會費啦，仲有衫尾咧就有英文字 Barnsley 咧，全部都有齊嘅。咁啊咁啱我上去睇嘅時候咧，就啱啱做緊減價6折發售，咁啊仲有大size嘅3XL， 唔係唔買啊！因此啊，等翻收到件衫之後，喺香港嘅波衫鋪嗰度搞啦。咁啊，另外啦，身處英乙嘅巴拉福特啦，咁佢哋又出翻呢就1999到2000年呢球季嘅主場同埋作客球衣。不過網頁咧就冇講明個尺碼，咁啊於是咧我就 send 個電郵去問佢哋啦。咁佢哋嘅 Cup Shop 咧都好細心啊。咁呢件衫度咗個闊度同埋長度之後咧，仲同我講話，比起今年嗰件球衣嘅話咧，復古球衣咧就鬆身好多。咁啊早前咧俾我見到咧列費恩重返巴拉福特咧擔任呢個青年軍總監接受訪問嘅一段片段。咁啊見到列費恩啊着住咧就套黑色嘅 tracksuit 都幾好睇喎。咁啊咁啱佢哋嘅 Cup Shop 咧就有一件黑色嘅 Anthem Jacket 啊。咁我自己係叫呢件咧做3分鐘 Jacket， 因為呢件褸咧響球員通道咧就球員着過之後啦，咁啊行出球場，咁啊同對手握完手之後咧，咁啊就會除低件 Jacket 咧就俾 Kit Manager 收集噶啦，3分鐘都未必有添。咁啊咁啱咧，今年勞頓嘅訓練裝備咧又冇出有拉鏈嘅 jacket 啦。咁啊有時喺公司行開行埋咧都要揾件褸披下嘅。咁於是又 send 個電郵去問下尺寸啦。咁佢哋又好快回覆喎，咁啊又幫我度咗件褸啊，有幾大件。咁啊 6XL 呢啲 size 啊仲唔係屬於我嘅，咁啊仲要而家半價發售30英鎊。咁啊人哋咁好嘅服務態度，點可以唔幫襯下呢？威猛專家，知只夠錢買微型小金釵，但可給你的愛，尺碼保證夠大，內心因你闖進。